各位裁判，大家早晨，我哋係嚟自張福星嘅陪住你走。咁喺開始之前，我哋就想播一段片俾大家睇。消防一度搜索喺西貢行山失蹤嘅57歲男人。當局喺補充設流動指揮站上山搜索，飛行服務隊亦都出動協助。失蹤嘅57歲男人凌國亮，上星期三離開新蒲崗住所，前往西貢黃牛山行山。有協助搜救嘅民間組織話，事主曾經打俾屋企人，但未能夠確定身處嘅位置，又話手機差唔多冇電。大家試下諗下，如果出現啲意外嘅係你哋屋企嘅長者、父母，你哋會點諗呢？係咪覺得好驚悚、好得人驚啊？我哋都係咁諗，所以我哋今日企喺度嘅理念就係希望透過我哋嘅產品，令到長者、你哋嘅父母嘅安全得到保障，同時亦都希望身為子女、兒孫嘅你哋，忙於工作嘅時候可以降低對家庭嘅負擔，同時你都知嘅啦，而家政府財赤，我都希望透過我哋嘅產品去實質降低政府對養老嘅支出。而我哋陪住你走就分為產品同埋服務兩大範疇。我哋今日嘅重中之重就係我哋嘅產品啦。CareStep Pro 智慧健康檢測鞋，我哋內置咗 GPS 系統可以防止老人家嘅走失。而真正令 CareStep Pro 充滿靈魂嘅就係我哋嘅壓力檢測器。有咗壓力檢測器之後，我哋可以得到嘅資訊又多得多啦。大家唔好以為老人家嘅歲報係一啲好平常嘅衰老嘅象徵，其實不然嘅。你有冇諗過歲報其實都意味住柏金遜嘅先兆呢？而 CareStep Pro 就完美咁捕捉得到啦。除此之外，號稱長者第一大殺手嘅心血管疾病，其實你知唔知起因係乜嘢啊？係因為長者缺乏重力訓練，導致佢嘅新陳代謝減慢，心血管發現堵塞。而 CareStep Pro 就可以分析佢哋嘅步姿，睇下佢哋有冇適合嘅重力訓練。提示同時俾佢啲意見，佢哋有冇啲訓練可以減低呢種嘅狀況發生。而對比起傳統嘅平安鐘啦，平安鐘係乜嘢啊？係發生意外嗰陣先被動式去觸發，而 CareStep Pro 就可以防範於未然，佢係採用一種主動去分析，可以減低呢種意外嘅發生。再對比啲國際嘅健康穿戴裝置嚟 Apple Watch， 我度想問一個問題先，大家有冇試過出門口唔記得帶嘢啊？我諗大家都有，人之常情嚟，我都有。唔記得帶手機啊、手錶啊呢啲嘅時候，對日常嚟㗎，更何況係長者呢？但係你哋出門口之前一定冇試過唔記得着鞋，而 CareStep Pro 就利用呢一樣嘢取代咗 Apple Watch， 成為咗長者最貼心嘅守護天使啦。我都試過做一份街訪啦，我哋訪問過啲獨居長者雙老家庭，呢啲屋企有長者需要人哋照顧嘅，當然係我哋嘅潛在客戶啦。但係除此之外，在職人士、慢性病患者都係我哋嘅潛在客戶喎。點解呢？佢哋喺職場嗰陣，可能長期嘅工作啊、企喺度啊、勞動啊，身體出現一度程度嘅衰老同埋受傷。而 CareStep Pro 可以通過分析佢哋嘅步姿、壓力、平衡，再提供一啲合適嘅訓練俾佢哋，減低佢嘅痛楚。我哋除咗所屬相關嘅科技之外，都有啲好貼心嘅設計㗎。老人家腰骨痛啊嘛，如果要佢哋成日烏低身去叉電，其實係咪辛苦佢哋呢？老人家長者記性都唔好。我哋採用無線充電就可以避免以上嘅情況發生啦。除此之外，老人家最避忌嘅係乜嘢啊？跣倒啊！好多嚴重意外都係因為咁嘅嘢發生，所以我哋採用咗一款加厚嘅鞋墊，就可以避免呢種意外嘅發生啦。咁我相信講到依家，大家都好期待或者好好奇我哋產品究竟係點樣啦。咁其實我哋早就整咗一個半成品嘅，咁就係呢個鞋嘅其中一部分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個鞋嘅靈魂啦，就係一個分析步姿同埋一個壓力檢測嘅一嚿嘢。咁其實我哋為咗唔同嘅群體，咁我哋就設咗兩個版本。第一個就係完整版，第二個就係性價比版。咁完整版其實就售價1500幾，咁性價比版就售價999。咁可能有人會話完整版咁貴嘅，點解會買呢？咁其實佢對標嘅係 Apple Watch，Apple Watch 有功能我哋都有 ，Apple Watch 冇功能我哋都有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價錢一啲都唔貴 ，Apple Watch 要2、3千蚊。咁可能有啲人都係話太貴喎，所以我哋就一個性價比版999，就可以吸引到更多人。咁呢個就係我哋財政預算啦。咁香港有23.7% 嘅老人家，咁大約有100萬人，20萬獨居長者。咁所以呢個受眾群都係好大。況且其實唔止老人家可以用我哋嘅鞋。咁總結而言啦，我哋知道長者已經服務咗社會大半生啦，佢哋其實都好辛苦。我哋希望透過嘅產品去令到佢哋好好地享受接下來嘅人生，好好地享樂。
到最後，我就想送一句歌詞俾大家：陪着你走，一生一世也不分。多謝。